T.S. Oh my God 咧，就係教大家點烚蛋。烚蛋 T 主持人。好啦，我呢個 T 主持人，後邊揸機嗰個就係 S 主持人啦。我哋預備睇下呢個蛋。首先咧，擺一個呢啲鑊啦，咩鑊都得啦。咁咧，擺隻蛋落去啦。你總之擺隻蛋落去咧。如果時間關係咧，啲水已經擺好咗。呢度咧，呢度咧就會露面嘅。近鏡影下先，冇開火住。點樣影先？見唔見到？係會蛋面係會露面嘅。咁我哋咧而家咧就係開呢個中火，睇睇啦，中火。唔知大家個爐一唔一樣啦？失敗，第一次開爐失敗，第二次開爐成功。好啦，用中火煮10分鐘。呢10分鐘有咩做咧？有咩做咧？一齊出去啦，開門。有時間關係咧，我哋已經做好。